你知唔知道2026年鬼門開嗰一日，竟然撞正百年一遇嘅日全食？呢種天象喺傳統講法上叫做陽極生陰，陰陽交替，太陽俾月亮遮住嘅那一刻，天地間嘅陽氣就降。偏偏又碰上農曆7月初一，鬼門大開，兩股極陰嘅氣場搭加喺一齊。有啲講法話呢種組合可以話係近百年來磁場最混亂、最容易有衝殺嘅日子。你諗下，平時鬼月已經有好多長輩提醒要小心，而家仲要加埋日全食，真係雙重夾擊。普通人如果氣場夠旺，可能頂多覺得心神不寧、頭昏腦脹，或者瞓得冇咁好，日頭有啲攰。但如果你本身今年嘅磁場已經比較浮動，例如工作壓力大，成日唔夠瞓，或者近排成日覺得周身唔聚財，嗰幾日就真係要打起12分精神。萬一唔小心撞正啲煞氣，甚至去錯地方，有啲傳統說法話可能會影響你之後嘅運勢，甚至係未來幾年嘅發展。你唔好話我誇張。有啲嘢寧可信其有，做好準備總好過事後後悔。講到呢度，你一定想知呢個百年一遇嘅天象到底有幾特別？日全食本身已經唔係成日見到，通常幾年先有一次，但要啱啱好撞正農7月初一，即係傳統上鬼門開嘅日子，呢種機率真係微乎其微。有啲研究傳統悟法嘅人講過，對上一次出現類似嘅組合，可能要追溯到大約1個世紀之前。換句話說，今日睇緊呢條片嘅人，絕大部分都未經歷過呢種情況，所以如果你本身對呢啲傳統嘢有啲忌厄，今年真係要特別留意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2026年鬼月會特別唔同？平時鬼月都係嗰啲禁忌，年年都一樣，今年有咩咁特別？關鍵就係嗰場日全食。你諗下，日食發生一日，成個天會突然黑晒，好似夜晚咁，太陽嘅光同熱一下子俾月亮遮住。傳統上認為陽氣會驟然下降，而農曆7月初一，傳統上認為係鬼門大開嘅日子，陰氣開始旺盛。呢兩件事撞到正一正，陽氣最弱嘅一刻，遇上陰氣開始攀升嘅一刻，呢種陰陽交替嘅氣場，就好似一個人喺懸崖邊緣搖搖欲墜，稍為有啲風吹草動都可能失衡。有啲傳統派別認為呢種天象組合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先會出現一次，所以特別值得留意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，我點知自己有冇受影響？其實你可以留意下自己近排嘅身體狀況，同情佬。如果你近排成日覺得好攰，但明明瞓咗好多，或者成日無緣無故發漏憎，少少事就嬲，又或者成日頭痛、心口悶，但睇醫生又話冇事，呢啲可能都係氣場受到干擾嘅跡象。特別係如果你本身體質比較敏感，或者近排經歷過大變動，例如搬屋轉工，屋企有白事，咁你就更加要小心。有啲人會話呢啲係心理作用，但其實當一個人長時間處於壓力之下，身體嘅抵抗力真係會下降，呢個係有科學根據嘅。所以無論你信唔信傳統講法，喺嗰段時間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同情，屬點都冇錯。講返生肖，今年係丙午馬年，傳統上屬馬嘅朋友係本命年犯太歲，加上日全食嘅陰氣，自身嘅火氣可能會被瞬間壓制，情緒容易起伏，有時會喺不知覺中走錯路，做錯決定。屬馬嘅人平時可能比較熱情，行動力強，但喺嗰段時間可能要刻意放慢腳步，做決定之前停一停，諗清楚先。屬鼠嘅朋友係正沖太歲，磁場本身都唔係咁穩定，會容易感到疲倦頭暈，甚至覺得諸事不順，成日遇到麻煩嘢。屬鼠嘅人本身比較機靈，但係嗰排可能會覺得個人玲瓏地，反應慢半拍，呢個時候就要更加小心。尤其係過馬路或者操作機器嘅時候，屬雞嘅朋友屬於破太歲，整體氣場比較弱，容易吸到周圍嘅負能量，影響財運或者健康。屬雞嘅人平時可能比較精打細算，但係嗰排可能會無端端破財或者投資失利，所以要睇緊啲自己嘅錢銀，呢啲都係傳統嘅講法，信不信由你。不過如果你身邊有呢幾個生肖嘅家人朋友，不妨提佢哋留意下，特別係嗰幾日出入小心啲，早啲返屋企。總之平安最重要。可能有觀眾會問，點解只係講呢3個生肖，其他生肖係咪就完全冇事？呢個問題問得好，傳統上講本命年沖太歲、破太歲呢3種都係太歲入命嘅情況，氣場嘅波動會比較明顯。其他生肖當然都需要小心，但相對嚟講，呢3個生肖嘅影響會更加直接。舉個例，如果你平時係一個好冷靜嘅人，
但係嗰幾日突然之間覺得好煩躁，或者瞓得好差，咁就要特別注意。生肖只係一個參考，最重要都係你自己嘅感覺。每個人嘅體質同磁場都唔同，同一生肖嘅人亦都會有唔同嘅反應，所以最緊要係聆聽自己嘅身體。睇到呢度，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家人朋友正好係屬馬、屬鼠或者屬雞，可以喺留言區打個保平安，或者寫低你嘅生肖，等我哋一齊互相提醒你一個簡單嘅留言，可能就會令到另一個有需要嘅人覺得有人關心，唔係得佢一個喺度擔心。集氣呢樣嘢，有時就係靠呢種人與人之間嘅聯繫。你寫低之後，可以叫埋其他家人朋友一齊嚟留低佢哋嘅生肖，大家互相照應，成個氣氛都會好啲。如果你唔係呢3個生肖，都可以留低打氣說話，幫手推高個能量，等成個留言區都係正面嘅氛圍。講完生肖，仲有3個地方喺嗰段時間要特別小心。即使有人請你去，甚至話有錢執，你都最好諗清楚先，唔好貪一時之快。呢3個地方傳統上認為係陰氣比較重嘅區域，加上嗰幾日嘅特殊天象，氣場會更加複雜。第一個要留意嘅地方係近水嘅廢棄場所，或者出過事嘅水域。呢類地方包括海邊嘅爛碼頭、河邊嘅係舊船廠、山邊嘅水塘，甚至係市區入面嘅人工湖旁邊嘅荒廢地帶。點解要特別小心呢啲地方？因為水邊本身濕氣就重，日全食期間冇乜陽光，溫度會急降，空氣入面嘅水氣容易積聚，形成一種又濕又凍嘅感覺。傳統上水係屬陰嘅，呢啲地方嘅氣場會比較沉重。如果你本身磁場唔穩，例如屬馬屬雞嘅朋友，或者近排身體虛弱，去到呢啲地方可能會覺得特別凍，或者全身發冷，甚至返到屋企會覺得個人好攰，好似去完健身室咁，瞓極都唔夠。有啲人仲話會覺得耳邊有怪聲，或者成日覺得有人喺後面望住自己，但轉頭又冇人。所以嗰幾日如果冇必要，最好就遠離呢啲近水嘅陰暗地方。就算真係要去，例如你住嗰度附近，都要揀日頭有太陽嘅時間，千祈唔好黃昏或者夜晚去。如果你平時有去海邊園漁或者散步嘅習慣，嗰幾日不妨暫停一下，或者改去一啲人多熱鬧嘅海灘長廊。總之就唔好去啲偏僻冇人嘅地方。第二個要避免嘅地方係深層嘅地下室、老舊停車場，或者長期唔見天日嘅陰暗角落。香港好多舊樓都有地庫，或者有啲商場嘅停車場喺地底好幾層。呢啲地方平時已經好少人會去，空氣唔流通，含氧量低，容易令人覺得壓抑同頭暈。傳統上話呢啲係積陰之地，即係陽光曬唔到嘅地方，負能量容易積聚。日全食嗰日陽氣大減，呢啲地方嘅負能量可能會特別強。如果你唔小心喺嗰度逗留太耐，例如你去停車場攞車，但係揾唔到車位，兜來兜去，或者你去朋友嘅地牢工作室幫手搬嘢，可能會覺得個人越嚟越嘔憎，或者突然之間好驚慌，但你又講唔出驚啲乜。有啲講法話呢啲地方嘅氣場會影響你嘅 CO， 令你做錯決定，或者影響你之後嘅財運，即係所謂嘅破財。所以嗰段時間盡量避免去呢啲陰暗嘅室內地方。如果一定要去，記住唔好單獨行動，揾多個人陪，同埋唔好逗留超過必要嘅時間。如果你係嗰啲成日要出入地庫停車場嘅司機，可以考慮嗰幾日改用地面嘅停車位，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。總之就減少喺嗰啲地方嘅停留時間。第3個要留意嘅地方係醫院周邊嘅陰暗小巷或者廢棄古宅。醫院本身每日都有人出世，亦都有人離開，傳統上認為係一個生死交替、氣場比較複雜嘅地方。平時因為有陽光曬住，嗰啲氣場仲算穩定。但一旦碰上鬼門開家日全食，周圍嘅磁場會變得比較雜亂。如果你喺嗰段時間啱好要去醫院覆診或者探病，咁冇辦法一定要去，但你盡量行醫院嘅主要通道，唔好貪方便行後門或者側邊嘅陰暗小巷。嗰啲地方平時都冇乜人氣，加上嗰幾日嘅特殊氣場，可能會吸到一啲唔好嘅嘢。如果你覺得頭痛或者心口悶，離開之後快啲返屋企休息。至於廢棄古宅更加唔使講，呢啲地方本身就已經荒廢咗，充滿雜氣，平時都唔建議去，更何況係嗰幾日。有啲後生仔可能會覺得探險好玩，但呢啲嘢真係唔好試，你唔會知道會唔會惹到啲麻煩返嚟。
尤其係如果你本身體質比較敏感，去完呢啲地方之後，可能會連續幾日都瞓得唔好，或者發噩夢，到時就真係得不償失。你身邊有冇朋友平時中意去呢啲地方探險或者夜遊？快啲將呢條片轉發俾佢哋睇，佢哋千祈唔好拿自己嘅運勢開玩笑。你一個簡單嘅轉發動作，可能就係幫佢哋避開咗一個潛在嘅麻煩。如果你覺得呢啲提醒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打開小鈴鐺，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更多呢類趨吉避凶嘅生活資訊。我哋之後會繼續講多啲關於家居生活習慣嘅實用小貼士，全部都會用老人家一聽就明嘅說話講出嚟。你而家訂閱之後有咩新嘅提醒，你都唔會錯過。訂閱掣喺邊度？就喺影片下面個紅色掣，撳一撳就得噶啦。識咗邊啲地方要避開，大家又唔使過分恐慌，成日提心吊膽。傳統智慧講求嘅係知命順勢，即係你知道有呢個情況，又做好相應嘅準備，自然就可以平安過渡。你愈驚，個人就愈緊張，氣場反而愈弱。你保持平常心，做好本分，其實冇咩好怕。呢個心態好重要。因為一個人如果長期處於恐懼之中，身體會分泌多啲壓力荷爾蒙，反而會令抵抗力下降，更容易生病。所以與其驚，不如做好準備。你可以當呢個係一個機會，提醒自己要早瞓早起身，食得健康啲，多做運動。呢啲好習慣本身已經可以令你嘅身體同精神狀態好轉。喺嗰幾日特別嘅日子裏，你可以做幾樣簡單嘅嘢嚟提升自己嘅氣場。出門可以着啲暖色系嘅衫，例如紅色、橙色、米黃色。傳統上認為呢啲顏色屬火，可以補充陽氣，又或者帶啲金色嘅飾物，或者簡單嘅紅勢。喺心理上你見到自己着得光鮮，個人會精神啲、自信啲。呢種正面嘅心態本身就係最好嘅保護。你唔使特登去買貴嘢，淨係揀你衣櫃入面最鮮人嗰件衫就得。如果你平時中意戴首飾，可以揀啲紅色或者金色嘅款式，簡單得嚟又有意思。另外，你都可以喺屋企擺放一啲綠色植物。有啲人認為綠色植物可以淨化空間，令間屋更有生氣。平日生活習慣上，天黑之後盡量早啲返屋企，唔好喺街邊偏僻嘅地方長時間逗留。如果因為工作或者必要嘅原因，一定要去陰暗環境，例如你係保安或者清潔工人，冇辦法要喺嗰啲時段工作。咁你記住保持心境平靜，唔好自己嚇自己，亦都唔好喺嗰啲地方亂講說話，更加唔好隨便拍人哋嘅肩膀，或者喺背後嗌人全名。呢啲都係傳統上嘅基本禮貌同忌眼，平時都應該注意。有啲人會覺得呢啲係迷信，但其實呢啲都係尊重他人嘅表現。平時喺社會上同人相處都應該咁做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喺街度突然俾人拍肩膊，你自己都會嚇一跳啦。所以呢個唔止係傳統禁忌，仲係常識嚟㗎。返到屋企之後，可以開住屋企嘅大燈，保持光線充足，令間屋感覺溫暖同安全。有啲人會用艾草煲水揼身，或者用香薰清新下屋企嘅空氣，保持室內通風透光，自然就可以將外面帶返嚟嘅雜氣洗淨乾淨。呢啲動作除咗有傳統嘅意義，實際上都可以令你間屋空氣好啲，個人舒服啲，一舉兩得。如果你屋企有露台或者窗台，嗰幾日可以打開窗，等新鮮空氣流入嚟，順便等陽光入到屋，成個感覺都會好唔同。如果你覺得間屋好似有啲悶氣，可以簡單打掃下，清除啲灰塵。呢個動作本身已經可以令你覺得成間屋輕盈咗。其實呢種特殊嘅天象，雖然聽落好令人擔心，但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，佢都係一個提醒。提醒我哋要更加注意自己嘅身體同生活習慣。好多時我哋平日太忙，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同家人嘅感受。呢個時間點正好可以俾個藉口自己休息多啲，陪屋企人食多幾餐飯，關心下身邊嘅人。呢種心態嘅轉變，可能先至係真正化煞為權嘅關鍵。你唔好淨係覺得呢啲係迷信嘢，其實佢背後嘅精神係叫人要保持警覺，要關心身邊嘅人。呢樣嘢放喺邊個時代都啱用。你諗下，即使撇除所有傳統講法，單係早啲返屋企，着多件衫同屋企人一齊，呢啲都係對自己好、對家人好嘅事，做咗絕對冇壞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你自己生肖嘅詳細情況，或者想了解屋企嘅擺設佈局有咩地方可以改善，歡迎你喺留言區寫低你嘅問題，例如你係屬乜嘢生肖，
想知邊個方位要留意，又或者你屋企個大門對住邊度，有啲咩可以注意，我會盡量抽時間親自回覆大家嘅提問。你唔使客氣，有問題就問。我哋呢度就係想幫大家拆解呢啲生活中嘅疑惑。你寫得越詳細，我就越容易俾到具體嘅建議你。所以唔使怕麻煩，盡管寫低。如果你怕尷尬，都可以用匿名留言。總之你講得出，我就會盡力答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幫到你，請你動動手指幫呢條片點個讚，同埋一定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小核突，因為之後仲有更多關於傳統智慧、生活習慣同家居安全嘅內容，全部都會用你聽得明嘅廣東話講解。你亦都可以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最關心嘅家人同朋友，尤其係嗰啲屬馬屬雞嘅親友，為佢哋送上一份關心同祝福。你嘅一個分享，可能就係佢哋今年收到最實用嘅禮物。你而家就撳個讚好同訂閱掣，然後轉發出去，等多啲人可以收到呢個提醒。感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